安華，請唔好再陀衰國家啦。作為一位馬來西亞人啊，睇到國際媒體啊報道關於安華同嗰個要蘇拉達嘅雞姦案嘅報道時啊，我哋覺得好撚尷尬，因為指控嘅內容啊已經寫明咗係性侵犯，即係雞姦，呢個咧已經成為國家嘅恥辱啦。馬來亞首相咧從未試過咁尷尬過嘅，所以咧我哋希望安華咧可以上庭直到案件結束，攞翻清白。呢個唔單止係安華嘅清白啊，仲係國家嘅尊嚴啊！但係咧，當法庭咧拒絕咗安華嘅赦免申請時咧，安華就即刻上訴。唉，睇嚟佢都係想逃避法律嘅制裁。你越咁樣做咧，人哋就越懷疑你。如果你受到法律嘅輸送咧，個首相職位成為問題時咧，咁好容易啫，你就請假啦。如果你贏咗官司咧，就倒翻嚟做首相，唔好再用你個人嘅問題啊嚟加重國家嘅負擔。用腦諗下啦，當我喺外國，有人問起我首相嘅雞姦案嗰陣時，你望我點樣答？你好似個男人咁樣企出嚟面對問題，記住，國家唔係你個人行為嘅舞台。